車經樹榮如那一位男中學生，嗨，哦，同學，今日中學上預備課啊？係啊，請問你可否拍啊？好。車經樹榮如那一位男中學生，嗨，哦，同學，今日中學上預備課啊？係啊，請問你可否拍啊？哎呀！哎呀！哇！
個味。我想你重力啊，可以。哎呀！係。今日你帶相機？冇問題，我識得擺起佢啊！識做啊！難得你同我玩埋一份，拍出書香卷菲林，那心印記我哋一齊行過去中學嗰邊，趁有大把時間，出門唔遲，有食到早餐啊！梗係刷咗牙啦，洗好面啊！我哋過啦。